呢日晨咁早喺韓國仁川機場相當之熱鬧啊！事關金秀賢同全智賢大駕光臨啊！全智賢首先以一身輕便裝束加上太陽眼鏡現身，仲同大家打招呼添。查實佢準備去上海出席粉絲見面會，冇幾耐金秀賢亦都到達機場。一班女粉絲一見到偶像都好興奮啊！不過佢相當有耐性，邊等邊同粉絲揮手微笑，大家仲唔趁機望餐飽。之後佢入到禁區，亦都不忘再同粉絲講拜拜。查實金秀賢到底飛去邊呢？知唔係飛去出席亞洲巡迴見面會嘅首站台灣咯？呢日喺桃園機場就吸引到過千名粉絲接機啦，場面墟冚。喺機場裏面有人梳咗個金秀賢招牌髮型，一班粉絲瘋狂到連翻版都頂住先啊！朝早11點，金秀賢抵達台灣，現場即時傳出尖叫聲。話說大會已經安排咗20個保安同接近100個工作人員築起人牆護送金秀賢出機場，但係現場情況完全失控啊！不過金秀賢繼續微笑，表現親民。幾經辛苦，金秀賢卒之都上到車啦。本來唔使1分鐘行完嘅路程，足足搞咗成6分幾鐘，都真係幾無奈啊！而金秀賢今次入住嘅酒店，正正係8年前全智賢嚟台灣住過㗎，兩個人認真有緣。酒店專登售咗一件有金秀賢中文同韓國名嘅浴袍送俾佢，非常親切啊！